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Heavenly Father, I appreciate you. I love you, adore you.兄这平安，只是咱要用神甲诚实敬拜上帝咱的主。唱会情诗，耶和华早起时，你会听我的声。耶和华
是我要对你拜的，我的祈祷，望你应我，我要因你的圣地，写了你的大的恩主，我心境。心境刻，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我要对你的圣殿敬拜你。今仔义中有考试，咱都无福音正声，走乐。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的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向伊吟诗，向伊唱歌而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找耶和华甲伊的权能，常常找见伊的面。三甲来吟圣诗173首，上帝即是临在，起立。兄弟。
上帝，心可主免关爱，何乐依靠万代？上帝永远存在，大天大圣航海，万事万族为你敬拜。圣哉圣哉圣哉，因阮头到偏爱，天使圣道群情福塞。困着主啊，无听，阮所认的你声，要落了你尊名。困着万福源头，清起我心焦头，只可成主成必长老，亲像圣西照照，看你灿烂荣耀，互阮落了头到白头。从一日到永远，万军的主临高，愿你成为最头。阿门。咱有缘徛伫，用书读圣经，个别咱的信仰。书读圣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庇勒岛任内受苦。顶12日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神，圣，搁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加者，三角来启用，伫启用文18篇，诗篇90篇，启用文18。主啊，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地甲世界，你也未造成。你互人归途，因为在你看，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你亲像用大水甲因流去。因亲像草，早起成无生。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阮一生的年纪是70岁。
总是其中所夸口的，不过是劳苦忧愁。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耶和华啊，要到第时呢，求你倒转。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互阮满足。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照阮拄着患难的年。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这声，阮的手所做的工，愿你坚固伊。三甲来祈祷。俄罗主，透早就互阮享受你的慈爱，互阮充满欢喜快乐。特别是今仔日纪念笃行教会设立66年，伫这期间，真侪人拢有经历主的慈爱甲恩典，领受疼的救恩甲生命的更新。所以，伫主的丰盛内底，我要求主赐福互阮，坚固阮的手所做的工，也求主赐阮智慧的心，伫一生的日子，尽心听主服侍主。求主坚固笃行教会，通会做世上的光，就照伫人的面前，互阮看见，互因看见阮的所好行，来归荣光互伫天里的爸。感谢主，主伫十字架顶的死，甲阮立新约。透过主的死，阮的罪得到赦免，甲主和好，通到主的面前祈祷，求主听阮祈祷的声，伫阮的心内显明主的话。今仔日礼拜有圣餐，照主教示，阮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纪念主耶稣为阮死。我要搁一摆的反省，着看家己的罪，心内无清气，软弱骄傲，求主施恩怜悯，帮助阮的圣洁、清气、谦卑、顺服。主讲，着做即个来纪念主。阮每一位兄弟，做伙守圣餐，领受主的慈爱，定心立志，宣扬福音的事工，互恁命得到进步。今仔礼拜有洗礼，虽然用嘴认耶稣做主，心内也相信主对世过我。就会当得到救，但是爱经过受洗，才会正式成做真正的基督徒。因为主讲，信来领受洗的人，才会得救。所有领受洗甲基督结连的人，有主的活命。求主成做受洗的因生命的主，假使因有基督徒的生命，
持续参加教会聚会、服侍主的事工。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就是阮平安。阿门。献诗，圣歌伫要唱正天顶报扬。
来恭读上帝的话，伫约翰福音10章第1节到21节。约翰福音10章第1节到21节。我实实甲恁讲，入油条无对迄个门来对别个所在搬家个，是贼是强盗；对门入个是羊的牧者。过门个甲伊开，羊听伊的声，就随名叫家己的羊。带因去，已经将家己的羊拢放伊出去，就做头行，羊也缀伊，因为认得伊的声，决断无随生分人，就是闪撇伊，因为未认得生分人的声。耶稣用这个譬如甲因讲，因毋知伊所甲因讲的是甚物。第7节，所以耶稣搁甲因讲：我实实甲恁讲，我就是羊条的门。既若大声我来的是贼，是强盗。若是羊无听因，我就是门。若有对我入的，要得到救；搁要出入，也要得到草料。贼来，毋是爱偷、爱刣、爱灭无。我来是要互因有活，搁有丰盛。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羊放杀性命。做请工的，毋是做牧者，羊也毋是伊家己的羊。看见豺狼来，放杀羊就逃走。豺狼甲因赶散因，这是因为伊做请工，无关心伫羊。我是好的牧者，我捌遐个属我的，属我的也捌我，亲像爸捌我捌爸一样。搁我为着羊放杀性命，我也有羊，毋是属即条的，我的确着带因来。因也要听我的声，搁要成做一群归一个牧者。所以爸听我，因为我放杀我的性命，通搁服倒伊。无人对我处伊，是我家己放杀伊。我有权通放杀，也有权通服倒。这是我对我的爸所受的命令。19节，因为这个话，犹太人中间各有分评，其中一人讲，伊犯着鬼，在发狂，弥赛听伊讲；各有人讲，这毋是犯着鬼的人的话。鬼剑会开千年人的目睭吗？以上。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偏向来尊重，我心情在。现在，现在，我心偏
声来尊重，我心深在对你吟歌，一生我的主。讲到今仔张牧师要甲咱分享，我是好牧者。各位孩子，大家平安。咱做伙来祈祷。听我的爸上帝，我很就感谢，互阮通伫今仔日做伙主持伫你的面前，也伫遮来见证，人因伫使用中间要来归应你的即个信，也伫遮来见证，伫主你的伫主你的邀请会当参与，也坐伫主你的道伫遮来领受，也伫遮来见证主你的性命。也主你对阮所讲的话，伫阮的生命中来发言不义。对主，阮伫今仔日将阮家己仰慕伫主你的圣手，恳求主你来看顾，恳求主你来带领。我安尼祈祷感谢，上过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各位孩子，大家平安。真感谢主吼，伫今仔日愿望一切的荣耀会当归于上帝，因为知影今仔日是咱道行教会66周年的礼拜，也真正真。感谢上帝，互咱会当伫即个所在来见证上帝作为，也继续来做上帝工。我领受到即个咱干事安琪伊的邀请的时阵，讲爱互伊即个讲道的资料的时阵，才知影讲哦，原来今仔日是咱66周年的纪念礼拜。所以咧想讲，会当用什么款的圣节来勉励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所以想讲想了后，就可能用这段圣节。也就是伫最近，我家己咧灵修、咧分享的时阵，领受到这段圣节的时，望讲会当诚济咱每一个人的勉励。所以用这段，咱可能嘛是真熟的一段圣节，就是好牧者的这段圣节。如果咱对好牧者的这个观念啊、印象，其实咱较济部分啊，我相信无论是咱是做已经大汉，还是讲咱伫细汉时阵参加主日学。其实咱对即个耶稣是牧者的即个款即个形象，应该对咱目前来讲是真熟的。所以无论是伫细汉时阵，慢慢啊大汉，咱拢知影上帝耶稣伊是咱的牧者，咱会当引带咱、带领咱。所以伫今仔日，我想要继续从即个牧者的即个形象我们把它更多的深化跟更深的了解一些。今仔日的圣经节出伫约翰福音第10章啦，第10章。但是唔知影讲咱是毋是对圣经有淡薄仔熟悉的时阵，会发现讲其实即个耶稣在讲我是甚物的时阵，我是甚物款的人，我是甚物款的身份，通常只有出现伫约翰福音。唔知咱是毋是有听过即个字啦，还是讲有牧者捌分享过？所以伫 PPT 顶面写讲耶稣的7个我是。这就是耶稣伊亲自启示伊家己的身份，因为伫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太、马可，也是路加福音书，这3本福音书，通常咱咧读的时阵，拢是别人咧讲耶稣你是甚物，因为甲耶稣有一寡相处啦，熟悉，也是讲看到耶稣伊的作为，伊所行的神迹。人伫下底咧看到的时阵讲，哇！你真正是先知，哇！你真正是上帝的囝。所以通常拢是别人在讲耶稣是甚物，因为透过因会看到，透过因的经验，伊亲自来见证上帝的作为。不过伫约翰福音较特别的所在，就是耶稣捌有7摆伫人的面头前，无论是对伊的学生。对军队伊个人，也是讲对遮个徛伫边仔的犹太人、法利赛人，有7摆家己启示对人讲我是甚物。所以这7个是倒7个？唔知咱是不是佫听过我是生命的美牛，有冇听过？这嘛是约翰福音，我就是世间的光。有听过其实这拢是咱有听过，但是咱知影讲这全部拢是出伫约翰福音。第3个就是第4个就是今仔日咱伫第10章听到的，我就是羊的门，搁我就是好的牧者。后壁搁有3个，我就是过活甲活命，搁来咧，我就是道路、
道路、真理、甲性命，最后一个，我就是真的葡萄树。都有听过吧？所以如果咱去唱的时阵，这原来拢是出自约翰福音，耶稣伊亲自对人启示伊的身份是甚物。所以伫今仔日咱要来看的就是讲，耶稣讲伊就是羊的门，耶稣佫讲伊就是好的牧者。但是耶稣在讲话的时阵，通常啦，拢有原因的，拢有原因。所以到底是啥物原因？耶稣想要对伊的学生甲对人讲即个话？所以咱爱看头前第9章。如果你有圣经的，咱会当掀到咱圣经的第9章约翰福音第9章，咱看迄个标题就好。因为即马咱的圣经真方便啊，拢有写标题互咱看。请问第9章发生一件代志，对咱可能有读过福音书的人来讲，嘛是一个真出名，嘛是一个真趣味的一件代志，就是耶稣医好一个青眉人。但是这个人出世的时阵就是青眉的。我们听到这个出生就是瞎眼的，可能对这个故事有一些印象。就是学生因来到这个所在的时阵，因看到耶稣，这个人阮听过。讲一出世的时阵就是青眉的，所以因就问耶稣一个问题，讲到底这个罪爱归伫什么人的身上？有听过吧？有没有印象？印象好，那很好。就是讲对犹太人来讲，如果你的身躯顶悬发生什么代志，若是有判病啦，还是有什么款的无好的代志发生的时阵，因第一个想的就是讲是不是这个人得罪上帝？所以前面在旧约有很多怎么样？你要献祭啦，要赎罪啦，要跟上帝和好。所以对因的印象来讲，到底这个出世就青眉人，伊到底是犯什么款的罪？所以就问耶稣啊，到底这个罪爱归伫什么人的身上？爱归伫这个人的身上吗？但是伊当出世的时阵就青眉当出世的囡仔要安怎犯罪？过来因个问，是因的爸母的。难道罪会因为父母的关系而延续到自己的孩子身上吗？所以这就是这学生因想要问的问题。因就问讲，到底这个罪爱归伫什么人的身上？到底是这个人伊本身，还是爱归伫伊的爸母？结果耶稣讲什么？拢安那？拢唔是，因为伫这个人的身上要来安怎？心正上帝的作为，要来见证上帝的作为。这个是不是很有名的一个事件？这是一个很出名的事件，可是你有看到无？伫第9章，这件代志只有记载对第1节到第12节。第12节了后，对13一直到落尾，就是41节。这中间佫发生另外一件最重要的代志，和这个有相关。因为和这件代志有相关，耶稣伫第10章才讲出：“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牧者。”发生什么事情？有一群人知影讲这个人医好啊，会当开目睭，会当看见。有一群人敢讲这个人怪怪，为什么？这群人是什么人？通常拢爱真意爱找耶稣麻烦，迄群人啦，谁？拜托，可以啦，知道吼，知道是谁吼？法利赛人嘛。通常这群人拢真爱找耶稣的麻烦啊。为什么？因为因听到有一个青眉人得到医好，医好不要紧，但是因上注意、上看重的是医好的时间，是什么时阵？什么时候？勇敢讲出来，什么时候？安息日，这个就踩到他们的地雷了，真正打到因的迄个底线，踩到他们底线了。你医好不要紧，但是为什么是伫倒位？伫安息日医治的。所以你有发现你如果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对13节开始，这法利赛人无在插讲你到底是安怎好的你是怎么好的？你怎么改变了你的生命？没有哦。因想准备了解种到底是谁有这个胆。既然伫安息日来医治你的病，他们的争执点在这边。所以你若发现到时阵，遮的这信用的遮的领导者，遮的在这信用的模范，因为法利赛人拢在研究律法的嘛，这些信仰的导师模范，在意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在安息日医病？
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个人的生命的改变，所以佮叫因的爸爸妈妈来，啊，爸爸妈妈唔知影，但是唔敢讲，因为惊互人赶出迄个火灯。尾啊，佮叫这个人来，啊，这个人就讲啊，你不是知道吗？啊，如果是有罪的人，怎么可以医病呢？哦，也就举一反三嘛。啊，讲到这坏的人都无话通讲啊，所以就生气。但是耶稣有听到这个代志嘛，知影，伊知影了后，就对现场人讲什么？我就是羊的门，我就是好的牧者。为什么耶稣爱安尼讲？哦，他说我才是好的牧者，我才是羊的门。如果咱去想法利赛人含这的宗教领袖、信仰的前辈，伫迄个时代来讲，因会当讲是什么？这一些犹太人的什么？他们的典范。可是这个典范有没有做得好？好像做的不是很恰当。这就是为什么咱看到伫圣经中间，无论是伫其他的福音书，哦，马太、马可、路加，咱拢条条看到耶稣的作为和因无共款。但是耶稣讲，我就是羊的门，对这个门入来的人会安那？会得到永活。所以伊的意思就是讲吼，这在做门哦，伫现场在做门的这法利赛人啦，还是讲这祭司啦、宗教的领袖啦，因所显现出来这个门，你认为是好的门还是歹的门？无啥好的门啦。哦，所以耶稣伫遮会对遮的人讲，现场伊的学生，还是遮的信徒，甚至是徛伫边仔咧听遮犹太人、遮法利赛人，耶稣讲，我就是迄个羊的门。伊对我来，对我行的，恁拢会得到我。尾仔佫讲什么？我就是好的什么牧者，好的牧者会带你安怎？会带你得到好，带你得到永活，带你得到平安。但是若无好的牧者会安怎？看到迄个豺狼吼，什么说嘛？豺狼啊，危险来的时阵，伊会顾伊的羊吗？袂。第一个先闪嘛，先逃走。哦，所以你会看讲，耶稣一直在对这的人讲的时阵，讲这的法利赛人虽望因是有这个领导者的身份、信仰的这的前辈、咧教育的这个身份，但是因所做的不是上好的典范。反正你若对我就是好的牧者。哦，所以这个概念很清楚吼。其实咱可能对于这个整个的咱的信仰中间，无论是知影这个过程，也像知影这个故事的全面，但是咱像我头拄讲的，对细汉咱读主日学，书，久长以来。久长以来，咱安尼在听，咱安尼在看，咱讲牧者拢是啥？拢是耶稣，拢是上帝。啊，咱的身份是啥物？咱就是羊，哦，咱就是羊。不过伫今仔日，我想要邀请大家去思考一项事，是毋是会当开始用另外一个看法、态度来看咱家己？莫一直用羊的身份来看咱家己啊！有一个时阵，咱嘛爱徛伫一个，是毋是今仔日吼，就亲像 PPT 内底所邀请的，咱会提起迄个牧者的管，开始家己做牧者。你想讲哦，牧师你是讲啥物？你讲叫爱去读圣经义做牧师哦？毋是即个意思，毋是即个意思。咱用一个简单的例，咱家己有囡仔，吼有囡仔的人知影讲，咱望囡仔会当得到好的教育，所以咱会去找学校。啊，去探听讲，即个学校的师资啦、环境啊安怎，啊，结果会将咱的囡仔送互迄个学校来受栽培。啊，咱问一下，老师伫学校出功课互囡仔写，囡仔摕转来厝里了后，爸母会管袂？只有2-3个点头，所以其他都没有不管的。哦，你们好幸福哦！好，这几年囡仔就很会，爸母袂无在管，真的不管哦。啊，跟问一遍哦，你会管孩子有没有写功课的举手好了。只有一个，哦，其他拢没在管。啊呵，你做你们的孩子很幸福，哦，无上功课拢不要紧。这样讲对吗？好像不太对哈。
因为咱知影讲，如果囡仔无去写这个功课，对因的教育、对因的成长、对因帮助因以后未来，咱拢知影讲，这一定会出问题。因为你至少要督促他把该完成的东西完成。安尼，我问一个，你是做老师，还是代替老师业位？你这样懂我意思吗？我们不一定要当到老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当个小老师，怎么样？去督促孩子，他有写好功课，因为这对伊的发展、对伊的成长，一定是有好的帮助。难不成你们会叫老师来家里帮忙管功课哦？会吗？袂嘛，你若一班有30-40个囡仔吼，较早的时代30-40个囡仔20-30个，你无可能叫老师逐工拢去无共款的厝，安尼去拄过，你有写功课无？不可能啊！所以相爱去承担这个责任，咱做爸母爱做这件事啊，这样可以理解哈。所以孩子在学校上课带回来的功课，谁要帮忙管？都不哎呀，你们好幸福哦！哦，那个主日学有没有听到？爸爸妈妈不会管你们有没有写功课哦。当然这是讲笑话，但是爸母一定会管啦。咱知影爸母一定会管。所以咱伫厝里的时阵，不只是做爸母的身份，咱搁做什么老师的身份。其实头拄仔讲的，咱用这个想法来去看咱做羊的这个身份。久长以来，我家己伫对我信主以来，而且我尾仔去读神学院，去到无共款的教会，熟悉无共款的人，听无共款的牧者在分享的时阵，安尼去回想的时阵，会感觉讲，其实真侪的基督徒真习惯做羊，我做羊就好了，但是无去注意到，咱伫咱的厝里，还是讲伫咱的团契。还是讲伫咱的小组，有时阵无去注意到讲，其实咱嘛爱承担诚做迄个牧者的身份。咱嘛讲一个最实在啊，今嘛教会无牧者，难道牧师每一天都要去你们每一个会友的家说，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祷告？你有没有家庭礼拜？牧师会安尼管袂？也不太可能嘛，因为你牧师你不可能叫每一个会友逐工拢去走啊。也不太可能说每天这样打电话问说你有没有读圣经，你有没有做这些事情。但是如果当然到厝里的时阵，咱做爸母的，咱当然到厝里囡仔的信用谁爱管？谁要管？没人管哦。你知影为什么我会安尼问？因为咱长期以来做羊做习惯。咱来教会，咱来参加团契，咱来参加活动、参加聚会，咱拢安那？咱拢是吸收的迄个人，就像羊一样啊。咱做耶稣的羊，耶稣安那带，耶稣安那行，咱就安尼跟。耶稣行到底，我就对到底。可是我们一直当羊跟着的时候，我们只习惯当羊领受而已。但亲像头拄咱讲学校的咧，咱当然到厝里这个信用的议题顶悬的时阵，伫厝内底这个信用的教育、信用的栽培、信用的演算，请问伫厝里谁爱担这个责任？谁啊？爸母嘛。所以咱就讲另外一个咧，有的时阵啊，咱参加一寡迄个可能个别式的时阵，看到迄个个人律例。有的时阵嘛会看到囡仔写爸爸妈妈，还是讲因的爸母啊、因的长辈迄个律例的时阵，可能嘛有看过讲，什么时候这个长辈都会带我们全家做什么？要鼓励我们读圣经啦，要鼓励我们读经祷告啦。这个信用的典范，拢伫遮的前辈的身上，拢在鼓励勉励因的家庭。然后我家己看到真侪拢是因为安尼。阮在后辈，我们这些后辈才知道说信仰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这都是在家庭里面。如果咱一直拢将家己当作是羊的时阵，向被带，羊可以带羊吗？瞎子带瞎子吗？不太可能吧。
所以有人爱伫厝内底安怎，爱摕去迄个做木架的拐，爱承担这个责任，讲我要好好的牧我的家庭，我的自己的家庭，我自己也要牧。但是要怎么牧？因为足侪人都问我无读神学院啊，我无读神学啊，我要安怎牧我家己的家庭？其实安尼咧想的时阵，阮会当用一个较简单的方法，其实不用太拘束，好，就说一定要有什么诗歌啦、礼拜啦、讲道啊，不用。其实做父母的，咱就讲一个较简单的啦，会看 Good TV 的野手，袂少，好。有家己的灵修小册的举手，会自己灵修，很好。有来做礼拜的野手，恁伫遮拢无野手，简单讲啦，礼拜牧师讲的，如果你有听到一个，我认同牧师即马所讲的这个物件，你就放伫心内底。你咧看 Good TV 的时候 ，Good TV 逐工拢有嘛？你有看到，这个牧师讲的真有道理，我认为这是真重要，记起来。是讲你在灵修的时阵，有灵修小品啊，有灵命跟那个日粮啊，有那么那个新眼光啊，拢有。你读去，这一篇好像不错，你捞起来。至少一礼拜安那，你来做礼拜时，至少有一篇嘛。你若看 Good TV， 若两三个，你至少手中安那有几个真好的代志会当分享。而且是和信用有相关的，你会当你的囡仔来分享。我讲来那个我们一起来吃饭啊！有时阵我和我的会友讲，唔免惊啦。你讲爸爸妈妈请你吃饭，你回来啊，我请你吃饭。在食饭过程中间，祈祷的时阵，简单讲几啊句，祈祷了开始食饭，是不是可以？因为你注重的是因信用的发展。安尼透过机会，透过聚会啊，特别家庭做伙的时阵，会当用这个感觉来去分享互因啊。有时阵要讲有点歹势啦，我唔是牧师安尼讲的歹势，但是我讲一个较实在啦。咱去外口的时阵，无论去找鸡啦，去菜市啊，还是讲去倒位伫外口的时阵，是毋是捌看过迄种父母伫大庭广众之下教训他的孩子？有没有看过？有看过吼。再问一个，你自己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教训自己孩子的，请举手。因为囡仔有时阵会翻嘛，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不对啊，没有礼貌啊，就怎么样？可能这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就是要教育他。我就感觉讲，你伫外口，伫人的面头前，你教育囡仔，你袂歹势。为什么你叫囡仔做伙来祈祷的时阵，你会感觉歹势？而且叫囡仔做伙来祈祷是伫厝里呢，无人看呢。我们在外面不怕人家怎么看我们教育孩子，我们知道这个做是对的，该打、该骂、该教训，不管多少人看，我们都会做。可是，在家里面，你跟爸爸一起祷告好不好？今天我讲不出来，为什么？为什么伫外口教育教育囡仔袂见效？结果倒来处理的时阵，叫囡仔讲，我们一起来祷告，咱们感觉怪怪。为什么？听住他都要讲的，咱无真正将家己当作是迄个牧者的身份。咱伫外口会教囡仔，因为咱知影什么？咱做父母的爱教，若无囡仔会歹，若无。所以同款的意思，当然到厝的时阵，如果咱犹原当作家己是羊的时阵，安尼敢讲安那？我这个做羊的，好像有点害羞吼，不敢带你来祷告。还是讲，你开始慢慢啊去压起你迄个牧者的管，压起来的时阵，就知影讲，你不只是一个信用的军队者，你嘛是爱做一个信用的典范，伫厝内底开始做。迄间厝、迄个所在的牧者，这无一定是父母爱做，嘛有可能是囡仔会当做。伊嘛听过真侪真好的见证，讲囡仔带父母来信主，囡仔带父母来安怎，这嘛是真好的见证啊。所以牧者的这个身份，无一定是只有父母会当做，
只要你认为你对这个信仰、对家庭有负担，什么人拢会当做，只要你愿意。那我们就延伸，其实伫教会嘛是同款，伫真济团契，伫真济的小组，有真济的遮服侍同工，其实因为遮个人感觉因想要伫教会中间来付出一点仔，虽望家己是做羊，但是咱嘛会当伫教会来斗相共，彼此来诚做牧者的时阵，咱就知影讲安怎，我们要怎么去顾、去管、去照顾这一间教会。所以用这段圣经在来勉励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也特别伫遮来庆祝咱66周年。望咱会当伫生命中间开始慢慢有小可转变，知影讲，咱其实不只是做羊的，咱嘛会当做牧者。但是爱做什么款的牧者，什么形态的牧者，伫倒位，咱就邀请咱家己去敲吹。如果是伫恁的厝，安尼望咱会当伫厝里做好的牧者；如果是伫恁的团契，安尼咱就伫团契中间做好的牧者。特别伫即阵无牧者的期间，伫无牧者的期间，需要咱大家，毋是干那小会员，毋是干那拥挤，才同工因家己的责任，其实咱所有的独行教会的会友，咱会当开始做小小的牧者，啊，去斗相共来管理这间教会。望上帝祝福咱每一个，咱做来祈祷。最尾听那个上帝，阮很就感谢，互阮会安尼伫今仔日做伙伫遮来领受，也知影讲，阮不只是做主你的牧者，你的羊，也伫主你的呼召中间，无论是伫家庭、伫外口、伫工课，也是伫教会团契，也是主你的呼召阮，诚做同工，诚做牧者。虽望可能迄个观念、迄个意念也无遐尔啊深。但是，恳求主透过你的感动，互阮会当慢慢的去了解，发现讲原来伫真济所在是阮会当去眷顾的。所以，恳求主你想说，伫阮每一人的心上，伫家庭的中间的时阵，我会当好好去引传阮家己家庭中间的每一个人，互阮的亲人会当以信仰的顶面哪行哪欢喜，哪行哪进步。也互阮伫教会中间的时阵，会当参与伫教会的服侍，做伙管理。做伙来看顾，啊，做伙互教会发展，哪行哪顺，互一切遮的顶面拢荣耀主你的名。我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过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再甲来吟圣诗第6首，主耶和华是我牧者，起立来吟全首。七水草坡，我
请坐。续接洗礼，伫疫情3年以来，咱教会这算头一遍的洗礼，佮特别有其中的卫琴甲宣会员姊妹，宣会伊后礼拜就要去美国，要去读册，趁这个时阵拄要出去进前来洗礼。佮另外一位有小朋友永恒是小儿洗礼，咱来唱212首。咱人既然带做出世，坐咧吟就好。咱人既然带做出世，就小魔鬼日天之日，照地日端着小英花，我靠家己袂会得脱。成白上帝一大恩惠，竞选人做伊行类，圣经替咱担当做歌，相信光明甲咱感化，三位一体甲咱力量，全伊受起写咱最上，使咱心生生花言行，带到天堂万方万生。上帝名誉世地堪应，表明定是坚固咱心，连的心先顺天法道，常常教育行主的路。阿门。请受洗的宣会甲卫琴徛来头前。1、2、3真欢喜咱看到2个青年，因愿意伫上帝面前来告别因的信仰，所以咱做伙来看。这个徛伫咱面头前的，因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也今仔日要行虔诚礼来告别因的信仰，通接纳有份伫主的圣餐。主所听的陈宣慧、陈伟琴。恁伫细汉的时阵已经受洗礼，结连伫主耶稣基督来做伊教会的会友，属于伊。上帝恩典已经互恁成做新人，但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要承认恁的父母替恁告别的信仰，来跪伫伊，献家己互伊，也定心誓约，要来服侍伊。咱的主耶稣基督有讲，所有囡仔伫人的面前来认我的，我也伫天里的爸的面前要来认伊。所以我劝勉恁，要告别恁的信，伫众人甲上帝面前，诚实来应答我即马所要问恁的问题。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会来得到罪的赦免啊无？恁着倚靠上帝恩典，尽力服侍伊，一世人行伊的道路，尽信道的本分。恁有决意要安尼行啊无？真好。恁细汉时阵已经受洗礼，只是恁家己已经来告别恁的信仰，我倚靠教会头，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甲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以及独行小会的权柄，接纳恁做陪参的会员，有份伫主的道以及信约的恩典，咱做伙来祈祷。
咱的看阮的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伫遮见证着两个青年，伊伫生命中间的个别，互因的生命来归于你。主，阮也感谢你，因伫细汉的时阵来引带带领因慢慢的大汉，无论是伫因的品性、人格，拢得到主你的欢喜，甲得到众人的欢喜甲接纳。互阮伫今仔日会当见证着因的生命的时阵，接纳因来转来到主你的家、你的厝内底。所以主，阮伫遮献上感谢，也保守因伫头前的脚步，互因无论什么时阵，也是伫国内国外，拢有主你稳定甲伊三个伫地，也保守因信仰的道路顶悬日日加天，日日成长。愿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个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请先到旁边坐一下。啊，今晚来邀请哈。永恒哈，我们请爸爸妈妈也到前面来。当恁的囝要来受洗礼，恁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头前，就告别这个信仰。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耶稣做恁的救主，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恁着我靠上帝赏赐的气力，将基督的真理甲圣道的责任来教示恁的囡仔，着用祈祷甲好的行为来培养伊，互伊行伫合伫上帝教会法度。恁要安尼行啊无？愿主祝福恁甲恁的囝，帮助恁伫遮来受这个约。没事没事。杜永恒，我用水给你施行洗礼，也奉主的名、父子圣灵的名，阿门。照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世界受接纳入耶教会做袂残的会员，有份伫新的约。当这个世界父母甲会众的见证。也着有三甲有份来分担伫即个培养的责任，来领受献身礼。阿免，咱做伙来祈祷。主面听来拜上帝，阮献上感谢。当阮有囡仔的时阵，主啊，这是你所赏赐互阮的产业。啊，主，阮着尽阮会当做父母的责任，也共款伫遮做伊信仰的前辈顶面的责任，来引带带领即个世界，伊伫大汉的成长的过程中间。互伊的品性，互伊的人格，拢伫主你的欢喜中间来成长，也望主你来看顾带领，伊慢慢在大汉的这个过程中间，无论伊的信仰、伊的品性，拢得到众人的欢喜，甲得到众人的接纳。愿安尼祈祷、感谢、恳求，上个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好，即阵咱来邀请咱的小会员吼，小会员来接纳，接纳这个。新生的这个咱的家庭的这个会员哈，所以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咱的帕婆啊，来恭喜，欢迎他们来加入这个主题教会的大家庭。跟你握手，握手，跟你握手，好，恭喜。先翕相，还是先本恁咪跟人翕相？即阵咱来颁发这个证书甲礼物。这个是你的礼物，礼物，爸爸妈妈代收。选会，恭喜你们，现在也有我们要有人送花哈，送花。
啊，真欢喜，那个拍波哈，来欢迎啦，新加入我们主题教会的这些我们的伙伴们。耶，好，好，可以回座了。刷接圣餐，咱来吟215首耶稣身躯替咱顶死，一个吟就好，吟第1节、第2节，等一个收杯的时阵吟第3节。耶稣身躯替咱顶死，代表传授恶名的理，何为老错的救学生，不得昂家代表面，成为情人，三角这边，这做一体，大家相听，隆重领会，同这礼言，兄弟姊妹，家主结连。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见啊属伫伊的教会的陪产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归往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每一人三甲伫地。所听的兄弟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时阵所讲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受业捌传互恁的，就是主互人袂迄卖有提饼祝谢，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恁逐摆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咱袂迄暝有提表祝谢，所以咱伫伊的名，照伊的无伊的大声，咱做伙来感谢上帝，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我献上感谢，领受到主你的邀请，互阮会当含主你来坐道。因为主，阮知影你的邀请，不只是邀请主你的羊来到你的面头前，也邀请你所听的敬牧者来做伙伫遮来坐道。互阮无论伫倒位伫管顾主你的羊，怎你拢甲阮三甲伫地。所以当阮含你来坐道的时阵，恳求主将你的恩典，将你的快乐享受伫阮每一人的心上，也透过即个饼甲杯来享受，来去思考，来去思想主你对阮的恩典甲对阮的好。阮安尼祈祷，上个最后所求的圣名求，阿免。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
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如果还未摕到的，请恁举手吼，互咱的同工会当看一下，还未领到的。还未领到，请你举手吼，互咱的同工会当看到。这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所拍破的，咱着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恁的事，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请服侍同工。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恁的事，着干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个杯是新约，伫我的血所设立的。
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我。但是阿伯领到的会当压手吼，如果你没有拿到的，可以举个手。好，稍等一下哦，稍等一下吼。上面还有，顶管要够有，顶管要够有。有人还袂领到，有人还袂领到。有人还袂领到的吗？还袂领到的举手。这个杯是新约，伫耶稣基督的血所设立的，今仔日的事就行安尼来纪念伊，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这个饼、啉这个杯，就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甲咱每一个人三甲伫地。咱做伙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当阮伫啉伫食的时阵，主阮知影，阮甲你有份，因为这是你的邀请，也主你所欢喜的，看到阮亲像一家人安尼坐做伙，伫遮来领受的时，主阮知影，阮是你的羊。但主，阮也感谢你，因为你的呼召，也你的差遣，互阮定睛来明白羊甲牧者之间的关系。也帮助阮，互阮伫阮家己的家庭中间，会当成做一个好的牧者来牧养，来看顾主你所欢喜的这羊群。我安尼祈祷，感谢，上个最后所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咱即阵来受杯，受杯的过程中间，咱来唱咱头段圣诗的第3节。受杯中间，咱来唱215首。耶稣身躯替咱敬死第3节。赞光。
一节开始，耶稣辛苦替咱定死，代表传授奥妙道理，教会老出地球学生，不得昂接代代表明。第二节，成为情人，三口这拼，这做一体，大家相听，空中灵灰，同齐灵言，兄弟姐妹，家主结连，主你受难，愿平安稳。我感谢真叫大恩，愿主的爱吹遍愿心，但愿听你那情。阿门。咱道贤教会设立有66周年，这是祝咱的上帝对咱丰富的恩典，所以咱会当坐踮遮敬拜上帝。佮今仔特别有洗礼、宣会甲卫琴洗礼，佮有小仪洗礼用盆，所以这是特别纪念的日子，嘛是上帝的这个奇异恩典。所以咱这是要邀请陈宣会献唱来感谢上帝 ，Amazing Grace， 奇异恩典。
咱感谢主特别有安排这个献唱，因为选会呢后礼拜4、8月24特别飞去美国，所以什么时阵佫会当听到伊的声，也是真罕得吼。伊有讲伊半年就是会转来，每半年伊会转来看咱，看爸爸妈妈。咱来奉献，书献，地属性执事、陈建良执事。真多。我来报告，掀开第三页，本州金句。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油放杀性命。约翰福音10章11节，做来念2遍。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油放杀性命。约翰福音10章11节，我就是好的牧者，好的牧者为着油放杀性命。约翰福音10章11节，本周的聚会表甲礼拜事务表，请咱家己看。掀开第4面，小的广告，就是早起礼拜中有圣礼典，
陈宣慧甲陈伟群的坚信礼，杜永恒小仪式礼。本会消息，今仔主义为设教66周年纪念日，感谢代理小会议长张焕牧师主领圣礼典洗礼甲讲道，感谢。第二点，后主日为主日2纪念主日，邀请陈英竹牧师主礼礼拜甲讲道。主日2学生担任服侍甲献诗，礼拜中举行升级礼拜，请陈永嘉出席，并且爱多多关心咱的主题中国教育甲信仰的生活。第三点，礼拜后伫1楼有义卖，就是登山感恩义卖乃路活动，义卖所得全数献予东宫教会。等下较详细伫报告刷有 PPT 的介绍，甲请尤来奇姊妹来报告。第四点，咱的Q妹的义卖，顶礼拜阁有春4罐吼。欢迎你买即个陈木生长老购买，感谢赖宗辉、洪琼美长老夫妇奉献。第5点，爱慈基金会捐献的收据已经伫办公室，有需要的去办公室领取。第6点。后礼拜祈祷会邀请5万小组参加祈祷。第7点，8月21日就是明仔载暗时7点半，木声合唱团伫台中的国家剧院歌剧院举办茶花香，这是特别台日交流音乐会，有邀请日本的声乐家甲钢琴的音乐家演奏。本会青年陈洁仪参与演唱，欢迎兄弟参加。第8点，8月27日后礼拜日下晡2点半，咱本会青年郑百里伫咱会堂举办南中音郑百里独唱音乐会，欢迎兄弟参加。第9点，教会奖学金为今仔到8月27，就是后礼拜日申请，有需要的去写申请表。看第5面，团契甲小组的消息，这总共有6点。我报告今仔日要聚会，剩的咱兄弟家己看。今仔要聚会是伫第5点，社青团契。礼拜3 11点40伫5楼有聚会，电影欣赏。等下具体关怀甲动态吼，咱等下甲报告。咱看第6面有顶州的奉献报告，顶州的奉献报告伫第6面。第7面呢有收支的月报表，也有错误的，请往财务部长反映。来介绍新朋友吼，今仔毋知有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无？有新的朋友请起立，互咱欢迎。无吼，无来介绍啦吼，介绍拄仔洗礼受洗礼吼，遐无介绍，无特别的介绍吼。
这个两位姊妹就是拄仔的建信礼吼，陈宣慧甲陈伟琴啊，伊的爸爸吼，就是拄仔送花迄个啦，迄个是伊迄小组的组长吼，送花小组组长就是陈木生长老，啊，甲宣慧的妈妈吼，新佑，毋知木生长老伫外面请你入来吼，啊，徛起来，啊，搁再宣慧两位姊妹徛起来，互大家看一下。哦，两位姊妹即马无伫伫，带妈妈落去吼。小姨说咧吼，小姨说杜永恒，伊爸爸妈妈拄徛伫遮，就是杜佑生甲李品龙，啊，搁爱介绍伊阿公、阿嬷吼，阿公吼，民众长老吼，洪姨姐吼，啊，恁两位请起立，互咱看一下。啊，小朋友爸爸妈妈，哦，伫顶面，伫3楼顶面，安尼哦，感谢主吼，爱鼓励啦，爱鼓励还未受洗咧吼，尤其你看小朋友咧洗咧，啊，搁在因咧幼稚班内底，搁有几个朋友吼，鼓励因来小仪洗咧，吼，啊，搁在遮青年呢，其实咱青年搁有足济，还未洗咧吼，嘛是真济啦，吼，啊，做爸爸妈妈吼，甲因鼓励啦，还是咱。兄弟吼，看到因就来鼓励，吼，邀请因来洗礼。好，咱来具体的大道啦，吼。现在大道遐事项呢，伫第五面遐有5点啦，吼。遐有5点，遮的5点呢，咱兄弟毋茫讲。伫你灵修的时阵，摕这个周报，会记得为遮的代志来祈祷。即时呢，我带大家来兄弟来祈祷吼，大家心内同时要祈祷，安尼，即马开始祈祷。感谢主，特别今仔纪念。教会设立66年，求主互阮时常有尊敬畏上帝的心思念头，坚固阮的心归向你，也求主赐阮智慧的心，伫一生的日子尽心听主，服侍主无煞。感谢主。伟琴用伊的文字得到设计奖，愿伊的专长发展甲进步。阮在追求目标的人，要专心得意，付出全部的气力，打拼追求头前的事，往目标直直走，为着要得到奖赏。诚做合主的旨意的基督徒，见证主的荣光。感谢主，赏赐宣会有智慧，发挥伊唱歌的才能。伊8月24日要去美国曼哈顿大学造就，求主保守伊的生活。掌管伊生命所有的一切，成做伊的瓦靠。也求主伊伫琴理者、慧真者、弹琴者、慧律者，互因伫白厅中领受主的慈爱、主的权能，伫白厅中悠然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忍耐、老练甲毋茫，我安尼向主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祈祷，阿门。好，咱来
起立行平安礼。在行平安礼时，大家骹步一定要刷叮当，往你周围的人来握手求平安。来唱吼，主的声声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搁一遍，我用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用主的听声声来听你。我看见你来临，有主的荣耀，我用主的听声声来听你。请坐。咱拄仔报告有讲，登山感恩的义卖吼，遐会详细的义卖活动，要请兄弟先看 PPT 刷，由来市姊妹要来补充报告。大家平安伫遮用2分钟的时间来甲大家说明咱周年义卖活动。因为刷落来的说明文字是用华语思考的，所以永远我用华语来介绍。咱若真足听，咱介绍的即个 PPT 的背景声音，是伫武林农场的七家湾溪录的即个溪水声甲鸟蛙声，咱会当安静心来听。2020年，笃行与东光为了庆祝缔结姐妹教会40周年，举办了一系列的活动，一起攀登玉山为其中之一。我们这群不懂山的爸咖都报名了，从郊区的小山开始学习爬山，慢慢走上百岳。虽然后来因为疫情等等种种因素，活动取消了，无法以教会的名义和东光的姐妹弟兄一起爬玉山，但我们依然继续爬山。那年11月，在东光弟兄姐妹的热情协助下，我们如愿登上玉山。在冷冽、湿冷的玉山上，仅4度C， 雨下了一整天，全身湿哒哒。方长老的那一碗姜汤是上主的救赎。3年多来，我们持续这趟登山的旅程，爬了30几个山头。或许没有每一次都跟上，或许走到肌肉酸痛、抽筋、厌世无比，我们还是继续爬山。无论是晴天、雨天、艳阳、雾罩，山就是有一种吸引力，呼唤你继续向前走。因为爬山的时候，我们开始学习团契，学习与人、与环境、与上主团契，学习等待伙伴的脚步，观察彼此的状态，互相帮助，学习与大自然相处，在瞬息变化的环境中看见自己的渺小，学习欣赏上主创造的美好，每一个呼吸都看见恩典。爬山的时候，我们也更加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身体，每一个心跳，每一个喘息，身体都在传递讯息，向你说话。认识自己的心灵，在身体疲惫的状态下，真实的自己无所遁藏。认识自己，就会听见世界的声音，上主正在向你说话。
走进山林也是一种灵修。所以，我们决定借由教会周年庆的机会，是全部奉献给帮助我们的东光姐妹教会。感谢上主的保守，我们得到很多人的帮忙，有平安与喜乐同在。所以我们将在礼拜结束后，我们自己做了很多奶酪，要跟大家分享。那我们的义卖所得也都会奉献给东光教会。欢迎来找我们吃奶酪。那现场我们也有准备精美的小卡，是我们的登山灵修笔记，用相片跟文字记录我们的脚步。谢谢大家。我昨看因登山队吼，伫咧无用咧准备遮的义卖的物件吼。咱看迄个周报有遐因奶酪呢，有原味的红豆芒果啦吼，每一杯50块，一盒300块啦吼。等下大家兄弟呢，去楼骹去楼遐甲因参考看卖。咱来吟圣诗513首，上营513首，愿主赐福保护你，请咱起立吟全首。安做安尼也是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甲圣神的相通，甲咱众人三个彼得，对即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列倒。